哦，记得那么多。阿正，来，快一点。一个走轮椅，一个是站的，妈妈不会走路，爸爸在养老院。Please。结果已经7、8年。Per la strada vidi una donna che rovistava in una pattumiera。这段意大利文其實當簡單，內容係講有10世來嘅到饑荒嘅中國，看到10富人家到體恤隊度潛水，故所去當前嘅問上帝，做某一本安樣嘅淒慘當人間發生，上帝冇應記，佢竟祈求喊到佢天數，也是天堂傳來嘅聲，因為愛創造人40幾年來。佢奉獻出生命嘅全部，為到用了這世界上所嘅國度，做得有更加多一些嘅幸福。台灣嘅每個國頭都有將勞動阿爸車落田安樣嘅故事，佢呢條嘅故事，嘛係台灣前人嘅開始。行到了。牛皮都加海水无行到了，牛命都加河巴无行到了，牛看到加長山無，牛睇到北風少南嘅小山行到了，好嘿好好台灣啊，好嘿好好人嘅報道。台灣啊，好嘿好好，阿美向自由。2011年初開通嘅雪山路，因為進入嘅南陽平陽，看到嘅係建議嘅日頭，然後雪山間嘅蒙沙岩。天然嘅工作天時無影無影。不過還算穩定，為先勞動做故事的開始，唔但將係因為佢過去係國馬蘭平陽重要嘅城市，當因唔地，佢嘛係台灣青色象徵，見為支柱，台灣前人嘅第一步就對呢個開始。兩位啊，係竹林茶頭嘅楚木池。這樣時哦，樹葉對太平山坐下來，再到兩位來，全部就變喺兩地度。好落花啊，有一支用到雞架，乜解雞架咯？就係細模嘅啊，將到無下呢，等人來拖，加出去安尼用到雞架。啊，用到兩位哦，就係講兩樹葉嘛，全部這樣時看到全部係統出圓滿，將前面都賣家嘅意思啦。40年代開始。喺太平山倒數入講緊東河嘅時節，就記錄當時嘅太勞動地區，牽涉有3國1區嘅人口，以是素材落實。故所不管係製材所、倒數機器店、娛樂場所，還有特別嘅飲食文化，規則勞動就像係一個食物鏈，食嘅、做嘅、吃嘅、行嘅，全部就離唔開倒數入。國馬蘭城市幾經上去。民國71年，因為台灣對三拿保護意識當強，三太臨床嘅珍貴資源當中地留下來。關鍵是當好嘅勞動林場，喺無按好過以後，都數次地度嘅興好嘅樹頭，還留存定嘅是當好嘅樣嘅。當然嘅老火茶，你下變做人客頓腳，不懂外嘅咖啡錯，記下係記下，壓下係壓下，壓就係時光。喺太平山開發前身嘅時期啊，喺山上差唔多有2000人人。故所以當資源像一個當有人情味息嘅一個社區。不過對民國71年開始做唔得錯事嘅，不過兩萬多啲林區地度啊，還保存當多像安尼，當有味息嘅日本式嘅建築，還有可能到這樣時嘅人生活嘅樣嘅。嗰條地度哦，有一件，我應該講，當傳統，係當有美食嘅一件，當老嘅鐵條南無嘅店。係，我給你收面哈。好，今晚就要開始哈。
我唔捌收过，我有一点仔紧张咧。哦，袂啦，迄就迄收音啊，自然啦。像啊用的铁条那毛的点嘛，人家就唔是看过嘛，敢有吃过？你还应该铁一般安尼吃，你阿见哦，迄有经过临床分化的一间铁条那毛的店，底下来做啲稳动作计往时，送来形容的。使袂老费吼。袂啦。好，即嘛家己即个吼翕者吼，就是切手表较软，较软，较收。哦，你讲较软，这是宜兰腔吼。嘿，软定定，软定定，老软。使你做几年啊？头尾51年啊。51年。51年嘿。啊，你有足细汉就开始做，你即摆看起无几岁呢？我哦，系啊，我16岁就做啊，67。67岁啊！郭老师傅讲，基础上的经验如何爆发太平洋战争。这场年代无法受教育的青年呢，也会多半会本其他条拜师学艺。郭师傅小讲，当年啊，佢学铁条的时，刚开始一张业张20元，17家2年出师，10条家要3年才做得独立。不过讲也神奇，日日苦，年年都是安分。故说铁条的工作，佢一做就会51年。老师傅当傻皮嘅讲，就算啊一张业抢有20元，佢生意呢杀都系沙飞经营。大汉的都读台大电机系，台大电机，嘿啊，搁读这台大研究所，嘿，嘿啊，即马伫电脑公司做工程师。伫咧林场上班的人哦，薪水是偌济？千2、3块啊有。山顶有人做茶吼，伊迄就是讲这冒着这讲较危险性吼，啊讲趁大把人落肉，你知？意思讲吼条件较好啊，条件较好就使趁较济，因为因是用性命换来，因为伫咧山顶做茶嘛是足危险的代志。对。炭矿老林业喺40-50年代，係當賺錢咩高風險嘅行業。不過實際上係啲干預揾錢嘅年代，部分嘅45年級生全部係按用血態嘅。當然，啲高風險嘅工作環境底度，入山拼命，入山太開太死，多數工2年級嘅時間，買鐵條那麼點切無限嘅時間。查某無，較早阮以前吼，燙化吼，電頭毛有查某的吼，啊以後迄查某迄師傅吼，做到尾伊家己都無佫繼續佫做。咱古話講去拍就是講去外口安尼做小狗啊，做小狗，交女朋友，酒家。是一個按沙皮嘅海卡啦。唔係天才可以寄放疊什麼嘅，不過感受一下過去多數工人量薪水嘅時節心情嘅變化，買一種以後嘅體驗。你下模作嘅裁縫機 VIP 牌嘅條南毛油，還有唔怕得離開臨床嘅老鐵條師傅，呢一切雖然當 Q， 不過點解看起來煞係按台灣按美好。台灣啊！你啊嗨人啊，一看到卡梅拉就會無按吃鹽。不過你個節目吼就會當吃鹽去記錄當到事情，像我哋嘛可以用安尼，無老其他就講，咩無老條家講，就類似呀林場肉羹。老闆早。你好啊。一般攏是食什麼？龟鸭啦，龟鸭是我們招牌哈。龜鴨是招牌嗎？我很瘦嗎？電視上看起來很胖哦。啊，你們來這裡吃幾年？好幾年了嗎？真的嗎？那你告訴我，我應該吃什麼？你會不會辣椒加太多了？剛剛看到你嚇到就加個。呢件是本國外美食專刊評做全世界最好食嘅臨床肉羹，佢一神態，美西人40年前供養，一啲嚟都冇變。勞動人少講肉羹店嘅後生條價。有一種全世界運動量最高嘅數，對左搖到啱，假使對12000元買到金邊嘅130元，人客對多數工都消費各種嘢，唯一冇變嘅係店家本大家多來嘅人客，
全部做得享受到适饱嘛适合的同宿小食的风范。大哥，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工作回来啊，有一碗热热的，就表示他们到平地了。对，因为山上很冷嘛，民国50、60年代，那个物资也很缺乏，你山上要煮个热的比较困难一点点。你零工去山上也不可能一天就回来，可能1个礼拜、2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啊。他回来就吃着肉羹就修警话来就好像说回到他山下的，就也代表他是平安的，对，然后整个人是踏实的。对，以前零工其实坦白讲跟矿工一样都是有危险性的。我几岁啊？我72厝的，我几岁啊？你被你住？对。70多岁啊呢？73啦。哇，73岁啦。这嘛是大家有安尼做啊，保持安尼永远青春漂亮美丽吼。无啦，你有感觉我最想要食的无？来，你做食，你敢食？拢谈生就安尼，我们吃哦。好。哇，可以啊。哇，你看，这小的，这安尼就会使直接吃。会啊。这你看哦，这一个一个啊，一扎一扎，就会头家嘛，一片一片安尼，对水安尼剥下来，小肉肉，几感觉？好水咯！经过3胎的传承，调工用讲，乃是落土的肉羹，保证了40年前的美食供养。佢讲做事咧啊，除咗传承以外，更重要的是照顾人行的情感。因为有众多的人，希望很简单将排出营业的料理，变过雪山带点旧时的劳动印象，然后行业们来，随完当然多数工人用来暖心的临床肉羹。按多人为年份，係講冇用心，其他就ยัง有可能做得賣40年。许大哥吗？你好。太平山林場雖然喺民國71年停止所有嘅多數種業，不過喺羅東嘅中山路附近，基本還有幾間對50年代開業，都兩萬嘅傳統嘅製材所。行業們除咗規門都係很好奇嘅香味，復古嘅蟲誒，創防我輩日本式嘅508，羅東頭擺嘅鋼筋都兩位保留到東灣前。对啊，你看这些都是用我们台湾的檜木做的、啊。这是台湾的檜木。对啊，台湾檜木红檜。这边是整个制材工厂的心脏地带。这一台我们叫大哥台。大哥不是那个是啦。别这台掐边诶，弄爱大哥切割的那个台语叫做大破。大破在上面操作的人都是经验老道的师傅级的人物。对啊，至少40年了。對所有製材廠嘅經營者來講，好嘅飼料要求通出野蠻，不過上等嘅飼料係講交俾唔錯嘅人嘅數項。其他個講，佢啊會係一場當定人嘅災難。如果呢一點嘅重要性，請用嚟後輩長來講。不過看見太極台檔嘅梁澤老師傅，伊個係照經驗判斷，記下佢嘅深淺，伊個係調整機器和決定飼料嘅潛入點。本堂看來，那個是要含較多的經驗的。每一根木頭，它最重要的部分，還有它不需要的部分，像只有我們這個大師傅，他才有辦法去判別。像這位師傅大概也是至少40年了。40年，跟那個鑽石一樣嘛。拿到的時候你看起來像一塊石頭，就好像石的時候。對啊，你看起來這個哩哩啦啦，你會覺得說。這個木頭有什麼好？那我可不可以舉，比方說像我們切小黃瓜，像我記得我小時候在刮菜瓜的時候，我這樣刨過去，我就被我阿媽罵。對啊，因為你把它刨掉啊。羅東是因為太平山的林業有好鋼筋，喺鋼筋推鐵過後，原來嘅轉到原來，南擺嘅生存方法
传统嘅制裁所全部会自家去侵发在。不过，就算係意思三拿落实，保护三拿资源，对现代人来讲，老政策冇关系，係主张张嘅。那刚刚你说的在哪？就在这里啊，你看。三拿是台湾命脉，森林是台湾的命脉。这边呢？这一边是树木树人大家来，树木树人大家来哦，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的意思咯。是啊，是啊。但我有个疑问，罗东的城隍庙啊，它的对联写的竟然是这样子。罗东的发展都是靠我们这个森林嘛，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林业的转运站。对，所以到今天我们更了解说啊，这个森林对我们的重要，所以我们以前砍得太多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承认头摆错，立下唔错，就係一種面對未來反感嘅態度。2011年3月嘅日本大地圖，本人類清楚地知道大自然獨作來嘅力量，就像打橫木樹嘅東南對抗。故所對20世紀開始，強用謙卑嘅態度，讓自然互通。因為天地不仁，都會因為人力嘅短視，人天生天嘅事情，還係天造愛地天底下進行。金山國王、明山國王、土山國王蔡桑客家子弟總山尾，今比來到北上里來尋過去，你客家嘅先人，喺呢位行過嘅路，請保佑我一路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，安之世。呢條行水按做江行行，這過去呢，你客家嘅老祖先，其他就會總體。就會順着那條行水去嘅，不過天天冇了3年嘅沒落，還有綿下嘅用河，下到2片嘅客家人，東島人，唔記得小人強調咁樣講，故所一隻族群會散脫，係對語言嘅退化開始嘅。你客家人，天初做唔得，唔記得客家話，我講客家話，本客家話就將你行水用嘅。慢慢的引流、引演、引流、引演流下去。時間就像係一條河壩，隨時間用嘅變，就會無人做得將其隔絕。今半日嘅行人上，除特別上了啲太比薩，老興安強地度嘅三山國王，客家嘅老祖公，當然牛強錯字嘅開墾腳樣做就看唔到嘅。你冇辦法改變歷史，不過你做得拿來反省。本人較歡喜嘅係宜蘭富權嘅客家鄉親，已經開始嚟做客家文化嘅復原。相信唔是幾久，客家人嘅腳樣會停得南洋嘅羽毛嘅，過一擺轉到時間嘅從河壩地度。天天哦，我去前面啊，係我偶像了，係哦。現在十分崇拜一首導演，佢去啊寒夜序曲，講嘅呢就係客家嘅老祖先來台灣打拼嘅故事。當然哦，我差一些呢就會做嘅出戲呢，冇做到。佢上年嘅乜嘢？就係宜蘭縣嘅文化局長鄭文堂先生。兩位，贵吗？是一包一包的啊。对。那我们家上面有个非常现代的电扇，我觉得你家以后会变成你拍片的场景，会不会？我之前拍过一部片，第一部片，我的第一部长片就是这里拍的，《南洋溪少年》就是在这里拍的。对对，公共电视，《南洋溪少年》。当导演跟当局长啊，这样子的2个不同的身份，对你来讲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没有啦，一开始还是有距离啦，只是说。我退想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离开宜兰30年来，我后来发现我跟宜兰不熟，但是我在台北住了30年，我也跟台北不熟。一般人都这样，我还不夸张啊！有一次我当场记的时候，在电影圈当场记，30年前有一次跟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叫柯进雄，然后他就要定妆，就去他家找衣服，结果他
柯建铭回家去他房间，他找不到灯，找不到灯的开关，一直找不到。我跟另外一个服装造型就一直在帮他找灯。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都很熟悉的环境，或是每天接触的环境，其实是最不熟悉的。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如果你不用心，就会不熟悉了。那这是你要当文化局长的一个很大的。苍文同拖延，台湾的自成天养人，卖现役的宜兰县的文化局长，冲突性动高的身份，一则是技术官僚，一则是养人艺术的工作者。他唔係舞就會拍嘅廣場，按呢個挑戰對佢來講算難。佢講這個接觸拼音嘅簡單嘅想法，其實當簡單。佢希望這個嘅保育節做得變做台灣藝術文化嘅發展重鎮。所以你當文化局長有一個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把這個環境塑造起來。對，提供更多的機會，然後更多的這種關於美學上比較豐富的環境，就更多元的，然後可以接觸到更好的藝術家的或者藝術作品的環境。可是這樣的過程會有阻力嗎？比較最嚴苛的東西是尊嚴，有時候會被損壞，會被衝擊，尤其在議會裡，你的尊嚴會不見了，尤其是行政的東西不熟，行政法律不熟，那個語言不是我們這種電影語言，就跟他們來講特寫嚴謹，他們講不出來一樣的道理，他們講不出來。那我到議場上，在行政上很多話我是講不出來，因為那個語言我從來沒用過。反對黨議員就針對這個來修理你。那尤其是你又是一個導演，然後他們就會消遣你說啊，你導演你偌高嘿。可是問題你得獎，有什麼獎？那獎都不好啦，我來講，這樣子，這點最難。我說最大的敵人是自己。你如果這個克服不了，你就翻桌了。翻桌，你可能變成3天的局長，你就會變成一個笑料。那個笑料其實並不好，為什麼？就表示你這個人就是一個。人體公門好修行，就將阿同拖延講嘅腔樣想法，就會對胸脯後噴出來咧。唔過無論樣嘅，我先學會推頭開始，想法係講停定過度改變，千萬填標題簡單嘅想法，不夢容易，言夢難。唔過一體兩面，還係會有得做得本自家歡喜嘅事情。這個也是在你任內，你覺得要繼續保存呢，還是它應該要怎麼樣去發展？南洋戲劇團是因為宜蘭是歌仔戲的發源地啦，就是因為以前農民社會，大家做魚牛啊，做那種娛樂，唯一的娛樂就是唱戲嘛。然後南洋戲劇團是官方的劇團，是全台灣唯一的官方劇團，19年了。所以有它的傳統跟它的歷史任務，這樣子。然後，那文化局長是南洋戲劇團的當然團長，所以當然對我來說，我又是學戲劇的、學電影的，我對這一塊當然非常有我的憧憬跟我的想法。我想把它變成真正是可以走到全台灣，讓人家知道有南洋戲劇團的一個劇團。那也希望可以看有沒有機會讓它變成國際性的劇團。歌戲藉由閩南特色的地方戲曲，青石行的時節是排入早期無線3台的黃金時段，還受到歡迎有20多年。就傳統地方戲曲來講，成績當然好啊！成立於1992年的南洋戲劇團，係列下全台灣唯一公布門派的歌戲團。用傳統戲曲的宣傳精神來講，宜蘭縣政府對保護地方戲曲的勇氣，無人做得贏。怎麼辦？有冇人全部唔記得咧？一見咗啊，冇一記記得咧啊！公主，萬一我若是袂記的，請你繼續播落去。是，絕對冇問題。感恩啊！
全部唔记得，我只唱了一句吧。风嘿风风，海湾呐，风嘿风风，阿妹巷子哦。乐安雄嘛，什么乐开怀，我咧唱啥？乐开怀啦，是乐安雄。提倡呢个时节吼，记得讲话就唔记得动作，记得动作就唔记得怎样来创。不过按用心了哦，你看咩咧？来数啊，是安尼印准啊，人家就唔就看出来嘛。以前吼，看起个时节啊，冇想过按难呢。你讲个三手啊，用同期的时间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不过其实就要练1年、2年的时间。漳州的安尼，起上去台风啊，对我来讲吼，要2、3点钟啊，连门就忙打开啊，因为哦，像安阳的歌仔戏，对演员来讲，看的时间很轻松。不过吼，近边我真的感觉到，伊真的迄一方。同时要保存下来的表演的艺术。菜地文化的发展，唔但将要向下荡进，开基探晓漳州的样文化的承传，得到延续的力量。可能眼镜难免会有冲突，不过对阿童陶研来讲，文化剧种总有一日还是会变作是阿童陶研。不过大兵哥的朝闻道，戏史可以，青色不会留下遗憾。你会发现哇，很多很强的艺术家，这是黄生衍建筑师的作品，那也是非常多罗东人以及宜兰人非常注目的一个建筑物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如果把大灯箔弄，大灯箔其实就是那种细细的感觉的。你突然间跟你他可以。王尚彦先生，田中央工作室的负责人，建筑理念的生态特色，就係一切嘅設計概念，都天初用北上嘅角度來做設計嘅藍圖。有人講，佢用冷雪雪嘅鐵嚟來寫散文，唔講係因為視覺太陽對佢嘅形容情有意思。阿妹，各位朋友，請問下，人家就看得出你下係看到迄物嘅冇？看唔出來哦。我講，嗱你下看到嘅啊，係羅東嘅文化中心。談講呢個文化中心動厲害，2008年嘅時節就得到台灣嘅建築獎，2010年又得到遠東建築嘅佳作，係咪動厲害？忙做好就得到獎咧，你看，了迄隻動厲害嘅人都王尚彦，了才欣賞做嘅啦。老師，你怎麼會想到就是文化中心設計成這個樣子？其實我們田中央好這個團隊呢是非常多年輕人就住在當地，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設計，它是從自己的生活經歷慢慢長出來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有一些羅東的朋友，然後你會知道說羅東人想的是什麼事情。所以你的意思說，田中央是指有一群人，然後一起在設計這個文化中心。我們一向都是由年輕人自己靠。王先生講，田中央係一個用實體創意做統立的後生工作室，成員平均唔會超過28歲，係一個當有戰力嘅單位。工作室成立到今雖然長16年，不過呢下全台灣已經有19個做好社，也係當地嘅做嘅作品，係出自田中央佢嘅書筆，其中羅東文化廊帶得到嘅2010遠東建築獎，千本人懊惱，因為佢係第一個
忙完成几件得奖的作品。老师，这一大片，整个这是宜兰吗？还是罗东镇？这是罗东镇，那这就是你10几年来，将近20年做的东西吗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也慢慢的把它长出来的。它不太像是设计啦，比较像是应该讲说环境整理。那你从 Google Map 上一看啊，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充满了绿意，就是有很多植物的地方。它原来就是这样。罗东人的幸福是说他完全连骑脚踏车都不用啊，用走路的速度跟你如果开着汽车要去找车位，其实差不多时间。那其实在一个5万人左右的城市，能够有这么好的医院、有电影院、有夜市、商场这样的城市，事实上不多这样。在欣赏看起来，罗东是无奈做得比的，因为头摆城市的结构，用城市的交通网对中心向外扩散。故所对市中心出发，用行的方式到城市的任何一个位所，点半钟以内就做得到。按样的贴心，每本欣赏开始的文化浓带的想法。我的妈呀，老师！哇！我连3哇，会不会太夸张？老师，我们现在站的是一个空中美术馆，也就是所谓的空中艺廊。对，那这个114公尺长。那我们人是先到花园上面，一定要先去花园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宜兰呢，有一个心愿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从高处看自己的故乡。这个是一个很社会性的心愿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很在意这件事情啊，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这样一直浮上来，一直浮上来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我的心一直往上，一直在上升当中。哇，开阔的嘞！老师，那这一块是未来也是开放的吗？我们其实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大棚架的下面，我们现在终于爬到这个大棚架的上面，是城市的屋顶。对，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你不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一个楼面，也不太需要。就我们宜兰的所有的公共提高上度，往先生建讲到，因宜兰人不安样。我想，出生在城市度嘅佢，正經幾件田邊頭，雪山南岸一條嘅鬧熱，個個看下去，規則南洋平洋看到清清楚楚。呢個世界，我做得體會到欣賞對老百姓嘅文化嘅使命。真的越來越多人了哈！我在想就是你看，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啊。在欣赏任何的表演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没有规定啊，说你一定要坐在哪里看嘛，对不对？各取所需。对不对？其实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比较期望的事情不是谁是老大，文化甚至不需要融合，它只要重叠存在这样，它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合唱里面还看得到自己。先生講，佢對文化藝館嘅功能想法唔會當複雜，佢希望佢唔單槍做得提供大型嘅文化展演，喺大部分嘅時間地度，佢嘛做得變做市民生活嘅一部分。建議老王先生輕鬆嘅做得館區嘅公共休閒空間，年輕幾曬，又係下班過後嘅輕鬆，又係失業之前嘅運動。當然嘛有夢想嘅踢做專業嘅學生嘅，另外還有一群人，睇嚟為上述老朋友之間嘅關聯，達成人嘅目的無窮樣，快樂實窮樣，也就像先生所講嘅，公共建築嘅純粹目的，唔就係為到做得到市民友善嘅互動。這個很厲害。有人講哦，土地要強要大，係因為有過去老厲害愛。不管係鄭文堂局長，也係黃聲遠先生，佢哋用這個演講，味道啊就會把羅東變做台灣嘅光點。不過還有一生人唔知麼？佢對意大利來到台灣，來到羅東，佢用嘅47年嘅時間啊，味道就會把羅東身體殘障嘅人得到溫暖。呢個生人啊，就會羅東嘅人係咩神父阿爸？就係兩位，應該在裡面吧？請問是神父嗎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神父你好，欢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张善伟，我是谢乐庭，谢乐庭神父您好，你在忙吗？没有在干一些这些名字。车乐庭神父，意大利天主教灵仪会的会师，27歲天天靈儀會來台灣，睇嗰隻當窮苦嘅年代，神父小定講，這樣事，佢哋就託服務佢嘅方式當簡單，佢就係那位窮苦，佢哋就到那位去。故所佢先在澎湖喺了8年，1973年初，神父對澎湖調到羅東，因為這樣事，小兒麻痹太流行，神父的南洋地區成立了惠民殘障中心。這樣展開嘅幾位殘障朋友點出生命嘅開始。這什麼名冊？怎麼這麼厚的一本哦？這裡面好像賬，這是賬的時間，我為了我自己用的啦。啊，為了我自己用的。所以我剛才看你在翻啊，我看你是帶着笑容在看這些美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們對象都是人啊，對不對？是人，他們有心啊。因為我們是天主教的神父啊，所以神父是提供自己啊為社會服務啊。因為我們靈理會就不管去哪裡，一定是照顧病人，為病人服務的。那像這個上面的啊，我看不懂哎，這裡寫的是什麼意思？很簡單啊，意大利文啊。好難啊。我們是這樣嗎？這個是對我來說了哈，我做這個工作從哪裡來啊？等等啊。因為你把它貼在這一本代表厚厚的封面上面，特別當風的貼一種，乜個意思？這什麼意思？這個動文就是說，我在路上看到一個婦人啊，一個太太。我想聽意大利文，你先聽意大利文，我從來沒有聽過。Per la strada vidi una donna che rovistava in una pattumiera, con poca speranza di fare un pasto decente. Mi arrabbiai e dissi a Dio: perché permetti questo? Perché non fai qualcosa? Per un po' Dio non disse niente. Poi improvvisamente mi rispose: certo che ho fatto qualcosa, ho fatto te. 他的意思是？对，就是说有一个人，看到一个妇女在垃圾桶那边找东西吃，所以我发脾气了，对天主发脾气了，跟他说：为什么你让有这样的事？为什么让有人没有食物？没有食物吃也去做这样的工作？你应该想办法吧？对天主讲的，你应该想办法。没有回答，天主也没有回答，一点点了。后来，突然回答说：我创造你啊，我派你去做这个工作了。有人講，一係單純的人，也容易受到文字的影響；一係簡單的故事，就特別會感動純情的心肝。不過，我還喺當上帝，按簡單的文字，應用的支持一生人，奉獻出自家的一生人。故所，你作為一隻動態淡的決定，佢就係推到鏡頭的後背，讓大家做得對一個74歲老雜神風看到親真實的感動。不來了，哦，記得那麼多。啊！糟糕了，糟糕了！这个路很窄呀，平常都是在这里等啊。哎呦喂，车子太慢。第一排看到佢哦，吃到佢燒到木主邊一條線呢，燒上動態上視察哦，動腳。到了。黄慧琪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圣哦。圣母院做什么？吃披萨。没有。雨伞要带吗？不要了。我怕你在路边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，来 ，Let's go 。因为怕有别的车子来呀，所以先停在那边。会不会累？不会。不会。我在等你的电。他一直给我摆在圣堂啊，我不自由了。
慢一点啊，这个要。会不会累？不会。我在等你的电。我总算伫个，伫视察的事都按夹，迄唔盼得，计着行途唔方便的人，去路顺风顶，讲起来就寒到。奉米奇，一只车神父长期官府的神宗者，米奇算是神法做得7家来的强度神宗。每礼拜2、4、6日，神父的视察的都5节，才去到罗东的圣母医院做复健。米奇亲强的事情，喺复健的课场临时取消，安样佢就冇办法行出屋外，用自由的空气跳入7家的西部地图。老米奇送到圣母医院过后，冇歇困，下来，因为有位田定神父赶到庄位，去接送另外一些残障朋友。哦，弟弟呢？下班。阿正，来，快一点。一个走轮椅，一个是站的，妈妈不会走路，爸爸在养老院。没办法，你过来啊。来，好，OK，啊，弟弟，给你挥手，好不好？陈全峰1年嘅情形，算係罕見嘅辛苦。古索神父除咗每日接送全峰去醫院做復健以外，帶啲7家熟悉來嘅非俗物本佢掉，咩係佢10幾年來唔是改變嘅工作。今天有等很大，对不对？对呀。那还不好意思，今天因为有点耽误时间。他去年时候都是这样 ，please， 所以我是认货车。以前那都是我自己抱进去的，以后脚坏掉了，抱进去。对啊，后面可以放轮椅啊，结果已经7、8年了。对，这个差不多在66岁的时候还这样子做，还抱他们上车哦。在车上哦。什么东西？我开始了水瓶了。开始了，好打哦，觉得。对，来给你照相，要漂亮哦。没有办法走路。妈，哎，好。神父像你这个家庭，你已经服务起这个家庭蛮多的，差不多几年？我不算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不管了。不管。陈建凤，要你赶快早一点回来哈。好。他的声音很亮。神父上个月才回意大利，对不对？对，8月中，10月11号回来，不到2个月了。不到2个月，那神父回去你会不会很想他？想啊。会想神父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就久没看到神父，也是会想念他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他不能乱跑。建议接送全峰去做复健过后，神父又顺势列过去神福田嘅屋下，一齊用做嘅做藝術創作嘅神裝朋友。作品底度充滿了對自然媒材嘅熱情和生命力。不過咪冇馬出去，神福田條條來講，作品冇手頭嘅時節，神父只會救自己。原本以前嘅時節，係咪同佢講，我繼續做，一定會讀到我欣賞嘅人。離開神福田嘅屋下，你要趕轉去羅東聖母醫院去接陳彩薇。上來以後還要綁，怕他亂跑。你看，他的頭這樣，但沒有辦法上來，沒有辦法。搬這些，怕輪椅動。對了，到了。陳彩薇已經做到進行性肌肉萎縮症，日常生活完全冇辦法自家來做嘅重度神裝朋友。2010年11月，彩薇用了半年嘅時間，總算完成了出書嘅夢想。書名係學教無教藝嘅36堂課。唔驗證拖延，到4年度係用形容彩薇嘅創作過程。一隻詩，一隻記憶，對人來講，可能像係一bài文史組合嘅喪詩。不過對佢來講，
就是一摆显下很长的证明。我刚开始要学电脑的时候，有点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。我的侄儿就是医院的主任，他说学这个可以帮助你写作。后来我就跟师傅商量说，可不可以135，就是医院上课的时候带我过来，我想要学电脑，可以吗？然后就答应了。他就牺牲他午休的时间，1点从罗东出发到医院去接我。后来我们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学习完成，当时只有我得到全勤奖。后来我就把这个奖，我说神父应该得这个奖的人是神父，因为是他让我不翘课了，都是他按时的去接送我。无限度，你留飞面嘅朋友过个平安嘅一日。岁夜前，神父为到本拳风学会读书，基本拳风潮也爱眼中难保见。一本对佛教来嘅经典，朝福建系拳风嘅阿妹坚持。神父大拍讲，所以对佢有帮助就係好事情。呢個世界我完全了解。47年來，根本唔是要有任何力量來做神父嘅後盾，因為佢自家就係愛嘅源頭。媽媽活到102，這個最後一次我去了，她已經不知道有沒有認識我了。結果我要走的時候，我跟我媽媽說：“媽媽，在天堂見面。”我媽媽眼睛打開，聽到天堂，聽到她的生命一樣。也係一種唔知呢。雖然我第一次見到看到神父啊，不過對我來講，就係你短的時間吼，你會想到佢講嘅咁多事情啊，比如講神父天數嘅殘障的朋友啊，或是不管是怎麼樣子的朋友，佢就用佢嘅愛你嘛哦啊。老七改，像他刚才说的那一句話，就是天父創造了他們。那不管是爸爸媽媽或者什麼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，就是不管到哪邊，就盡量天數，希望大家都得有力量繼續行下去。用神父講的話，唔會到你人一定還有需要你的地方，故說呢堅強，不管遇到乜嘅事情啊，就會對前面引行去啊，因為總有一日，大家又會到天堂，又會讀到的。在山上的最低的5個教堂，現在我變成到最高的。我跟人家說，下一次到天堂。天意大作，我哋到田田神父歸路嘅視察去北國嘅原住民部落傳教。路上一下係拜訪山區嘅教友，一下又到四季嘅福建中心去看片兒。都會安補時，喺啲南山嘅時節，人喺強勇動有精神嘅帶領大家向下流上帝禱告，然後天意大作又看到劉茂安帶領教友向下做彌撒，睇咗彌撒嘅過程度有一趟經文，實層層感動到我，唔到大家內心，也就係我嘅身體，我會為唔到犧牲嘅時節，我層層嘅了解，神父睇下為。係實行上帝嘅意念，獻本台灣嘅係自家嘅靈魂。安大嫂，這羅東哦，親口我安部16歲，這羅東嘅經驗哦，我行落去羅東林業嘅歷史，我咪看到新一代嘅文化人都兩片安神的命，還有認識一下。對意大利來到倆，帶點黏黏嘅愛，對倆會散出去倆力量哦，十分嘅大。倆喺哪位？倆喺台灣票選提名友善嘅夜市，故說我倆埋喺做乜嘅？我倆埋咯，去昂幾哦。行到倆。牛皮都加海水無行到了，牛命都加予爸無行到了。
又看到嘅江山幕，又睇到北宮小男嘅小生行到了。好嘿好好，台灣啊，好嘿好好，人嘅報道哦。好嘿好好，台灣啊，好嘿好好，阿美下。